恁就有耶稣基督，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伊本有上帝的心脏，无掠甲上帝平等，做所着接受的，反倒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心脏，诚做人的样相，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负家己顺服到底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。所以上帝高升伊其权，赏赐伊迄个名，活过伫万名的顶面的，互既若伫天、伫地，搁伫地下的，伫耶稣的名，无一个口头母毋跪拜，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作为主，来归荣光俾上帝。请陈牧师讲到题目是以耶稣的心做心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上山国小的新的学期的生命教育，对2礼拜前开始。伫我所教的6年级的第一节课叫做双赢思维，就是甲囡仔分享，毋但家己好，嘛爱替别人设想，大家做伙好。当我上课结束，收囡仔的簿仔转来看，因所写的回应，部分的囡仔会替人来设想，亲像有人就鼓励讲，伊会主动伫遐做家务，来减轻父母的辛苦。因为父母心情若好，家庭气氛就会和谐。但是，搁较侪比例囡仔，因认为无需要替别人来想，因为非常麻烦，家己好就好。即摆课程甲10几年前的课程有真大的差别。10几年前拢强调是人的独一无二，你上特别，但是现在较强调双赢。有的人嘛讲好，因为即摆囡仔少，每一个拢互爸母、阿公阿嬷当做宝贝，所以伊已经看家己是独一无二，是上特别的。也因为安尼，真侪囡仔因毋知影安怎甲人合作，毋知影安怎替人设想，这伫我上课时会感觉会出来。但是这是一种危机，因为这囡仔若袂晓甲人合作，以后咱的社会会搁较冷淡。会搁较绝情，所以上完课，伫这囡仔的课本顶面，我就回应因讲：希望伫这学期了后，你会当看见其他的人的价值，并且体会到甲人合作的美好。但是，敢敢若这囡仔需要学？其实咱每一个人也需要学，因为真侪时，咱想的拢是家己。有一个少年军官。伊拄仔甲互人升做少校，但是伊无马上甲伊的太太讲，想讲转去厝里，才互太太一个惊喜。所以转去厝里，伊无亲像以前会马上将伊的军服脱落来，伊是穿规暗示，希望太太会当看见伊制服顶面的迄个军阶。结果会互伊非常的失望，因为太太看一暗示，连一句话拢无讲，并且过无偌久。太太竟然哭出来，伊问太太讲：“太太，你为什么要哭呢？”这个太太非常委屈讲：“你根本都无注意到我今仔日有电头毛。”人的本性就是遐尔自私，咱看的只有家己，但是咱嘛袂当将责任拢撒互亚当夏娃。就是恁去食上帝禁止迄个果子，恁若无食，阮就袂安尼啊。咱袂当将责任拢撒互亚当甲夏娃，因为咱既然受呼召成做耶稣的学生，咱就爱有迄个受呼召了后应该有的款式。亲像罗马书12章第10节有讲：疼兄弟就生亲爱，敬重人就生推尊。但是要做到去疼迄个甲咱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也是姊妹，敢有容易？非常困难的代志嘛，人敢有可能靠家己做会到咧？但是
咱既然受调成做耶稣的学生，咱就爱进一步来学习，我要安怎来按照耶稣的款式来做到耶稣互咱圣经互咱的这个教示。所以伫进日受难周，按照教会经课表来读这段经文，就是搁一摆提醒咱，要成做耶稣的学生，只有去经历耶稣的牺牲，只有互耶稣救赎，咱才有可能改旧换新，咱才有法度疼兄弟姊妹，才有可能会当做到亲像第2章一开始所讲的，同心志、同仁爱、心心和合、心志专一。所以虽然顶礼拜的牧师已经提早一礼拜使用这段经文，但是咱搁一摆拍开属灵的耳孔来学习。腓立比书是保罗伊写予伊伫欧洲起造的第一间教会的批信。腓立比教会会当讲是一间真有见证的教会，但是这嘛无表示因无任何的问题，因为教会就是有罪的人组成的，所以一定会有问题。因的问题，咱会当伫第1章27节看见一点仔的线索。伫遐保罗讲，独恁件代志，着合伫基督的福音，而且互咱看见因的行事、因的行为，敢若甲基督的福音无啥来共款，无合伫基督的福音，所以保罗才会安尼讲。所以咱会当想象，即间教会真有见证，即群人伫起造教会、伫传福音的事工顶面做了真好，但是因伫因日常生活的行为，因的所做较无合伫福音的要求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有可能是一个基督徒，伊伫教会有非常好的服侍，逐人拢尊重伊。但是当伊拜一也是到拜五去上班，也是去学校的时，较是一个做代志懒惰，也是欺负同学的人。所以对保罗的话，咱会当看出腓立比的信徒，因的生活甲信仰是脱节的。所以保罗伫遮提醒，信仰是无分礼拜、无分周间的。咱所做的一切，拢爱点伫基督，也就是讲，咱一切拢是爱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来行。所以保罗伫遮提出讲，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咱爱用耶稣基督为咱死日是一个的疼，来当做咱生活内面一切的准则，咱才有可能点伫基督。所以伫遮提醒一寡原则，咱会当检验家己，毋是去检验别人哦。咱是毋是真正互耶稣成做咱生命的主？也是咱由原压调咱生命的方向盘咧。咱的价值观是毋是照耶稣所教示的价值观，看上帝国较赢过伫地面的消息的角度？咱是毋是伫生活内面常常纪念并且感谢耶稣的恩典，也是不时伫埋怨伫咱生命中间所经过的遐个苦难？这个问题伫咱个人的生命来讲，是一个非常大、非常歹回答的问题。何况是咱规个信仰团体，当咱做伙伫面对这个问题咧。一个信仰团体要共心志，除非咱用耶稣的心做心。但是用耶稣的心做心，甲心理学定定用的同理心是无共款的。两个人要同理心，真简单；三个人要同理心，就开始有难度啊，200-300个人咧。要用同理心，实在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保罗伫遮讲的，毋是咱彼此有同理心。保罗讲的是，咱爱放落咱家己的心，将耶稣的心来换入来。我若有耶稣的心，你若有耶稣的心，咱若有耶稣的心，虽然人真多，但是较容易会当共心志。所以咱看伫即段经文内面，
保罗使用的字眼，拢是恁即种团体的概念，较毋是用你即种单独的概念。意思就是甲咱讲，用耶稣的心做心，毋是咱家己秘伫房间、秘伫厝里练习，是咱爱伫一个信仰团体内面做伙来操练。当然，伫信仰团体、伫人的中间，当咱要未将耶稣的心放落来时，即个摩擦一定会出现，嘛有人会受伤。但是，咱既然受呼召，就无阁强调讲，我个人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，我个人会当做什么，我个人有什么。呼召是上帝呼召咱运用咱有的才调、咱的时间、咱的财宝，伫一个团体内面彼此服侍。另外，咱要用耶稣的心做心，咱嘛爱知影讲耶稣的心到底有什么款的特质。但是，咱会安怎理解，嘛出在咱到底用偌济时间伫读圣经。有的人读圣经是一节啦一节啦，经一寡家己感觉真好的金句伫读。那安尼，咱对耶稣的理解，有可能就是敢若一节啦一节啦，也是一个故事的了解程度。譬如讲，你若敢若知影耶稣非常勇敢。敢直接去指责人的罪，所以你嘛学耶稣，一个仔就当面去指责人的罪，结果咧，不但无互人离开罪，嘛破坏彼此中间的迄个关系。伫遮毋是讲咱黄面毋看罪的问题，伫遮是咱爱去注意，耶稣嘛互罪人机会来悔改呢，因为伊毋愿意人沉沦。但是你若无读到遮，你就产生误解。反倒转嘛是共款，你若敢若读到耶稣会疼，耶稣就疼咱的，但是你毋知耶稣对罪恶、对无公义是绝对无容忍，你嘛有可能陷入错误，陷入迄个错误的疼的内面。所以咱绝对爱读圣经。这个时代有真侪方法伫帮助咱读圣经，咱会当伫圣经的内面看见耶稣的性命，甲互咱会当通效法的即个模样。但是，若用耶稣的心做心，对你来讲，要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概念。仰望报道家施布真牧师，伊的讲法会当帮助咱搁较明白。伊讲，咱爱诚做耶稣的复制品。亲像咱去影印身份证的时，大先咱会将咱的身份证放伫迄个影印机，然后试一张影印本的身份证就出来啊。当然，即张影印本毋是真正的身份证，就亲像咱安怎学嘛无可能变做耶稣。但是当咱摕即张影印本的身份证去办代志，人就好亲像看见你真正的身份证共款。所以，诚做耶稣的复制品，就是互别人会当对咱的身躯顶看见耶稣基督。施布真举一个例，就是伫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13节，当耶稣的学生彼得、约翰，因徛伫众人的面前，伫遐见证耶稣基督的时，伫遐描述讲四周围的人是安怎反应。伫遐因讲。众人看见彼得、约翰的好胆，搁知因是无学问的平常人，就奇怪，搁认得因捌底耶稣。彼得甲约翰伫耶稣上天了后，互圣神充满，因就改变啊。原本的软正变做勇敢，因开始诚做耶稣，因开始做耶稣做的代志。因医好一个歹骹的人，因徛伫众人的面前，伫遐传福音。彼得甲约翰诚做耶稣的复制品。所以虽然耶稣上天无伫遐，但是别人透过这学生的所做，好亲像因看见耶稣共款。诚做耶稣的复制品，
伫教会内面一点仔拢无困难，因为即时的咱看起来拢真敬虔。但是，当咱拜一到拜六的日常生活就无容易啊，非常的困难。特别伫咱的家庭生活内面，家庭是操练信仰上好的场合。咱每工面对的，就是咱的先生、太太、爸母、囡仔，也是咱的义工，也是咱的宠物。咱展现出来，就是迄个上真实的本性。但是，咱敢有伫咱的家庭内面，将咱信主了后，迄种生命展现出来，迄种好，来展现互遮个人看见，互因感受会到咧？咱敢有互因看出讲，咱是对耶稣的人咧？信仰毋是礼拜日的代志，是咱每一工拢爱去实践的。无论什款的场合，希望咱透过咱的言行举止，互人看出咱是属于耶稣的人。接续落来第6节到11节，是伫解说耶稣的心是甚物款的心。这段是一首早期教会因所用的学老的诗歌，咱会当分做2段来看。第一段是第6节到第8节，伊本有上帝的形状，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，反倒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形状，成做人的样相。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屈家己顺服到伫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。耶稣本来有上帝的形状，意思就是讲耶稣就是上帝，所以伊会当使用上帝的权柄，亲像伊会当用应的方式来到世间，伊嘛当差派天使天军来扫灭世间所有的邪恶。但是伊将伊所有神的特权拢总等去煞，伊选择出世伫一个小乡镇的马座内面，伊选择一个普通人做的木工的职业，伊嘛袂挑故意来行神业，来显出家己的身份。耶稣伊所行所做，拢毋是上帝应该做的。伊竟然取奴仆的形象，伊竟然成做人的样相，伊竟然谦卑顺服死，并且是死伫刑罚的内面。安尼福音真正会互人感觉真戆影。一个有权柄的上帝，竟然成做人，甚至是人的中间上上低阶级的迄个奴仆。伫迄个时代，你甲遮人讲奴仆，因会非常有感。因伫迄个时代的奴仆无任何权力，因的身躯、因的性命，甚至因生出来的囡仔，拢属于主人。主人要拍要骂，随在主人。奴仆为伊做的代志就是听话，主人讲啥，伊就是听，伊袂当有意见。甚至明明知影主人爱去做的代志是会有性命的危险，伊做奴仆的嘛袂当拒绝。所以，当咱安静来思考为什么耶稣要安尼做的时，咱会充满感谢。因为人子耶稣，伊为着拯救咱，伊放落所有上帝应该有的权柄，成做人的样相，甲咱生活做伙。互咱遮生活伫世间、生活伫苦难内面的人，互咱伫经历苦难的时，咱会当去拄着，会当去看着，会当去经验着上帝的同在。伫2007年4月16号，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理工学院发生一件的枪击案，一个学生伫校园开枪，至到32个人死亡。17个人受伤。当时有真侪人无法度理解，为什么上帝会予一件代志伫校园发生？所以，伫大家非常悲伤、非常想袂到、想袂通的时，学校邀请一个基督教的作家杨斐利到学校来演讲。杨斐利安尼讲，伊讲性命受伤的时，上帝伫打落来。咱敢若知影一个答案。
因为上帝来到世间，显互咱看。你敢若需要跟对耶稣，注意伊安怎回应当时的悲剧。耶稣从来毋捌讲审判，互遐个人伫悲伤的人会互因听。耶稣嘛毋捌甲因讲，哎呀，你爱接受上帝上好的安排，因为上帝的奥妙是咱无法度想象的。耶稣毋捌甲遮伫悲伤内面的人讲安尼的大道理。耶稣反倒以怜悯、安慰、医治来回应人。上帝甲遐受苦的人徛伫同一个阵线。兄弟姊妹，对伫世间为虾米有苦难的问题，从来毋捌有一个神学家会当提出上好的见解。所以，咱嘛毋免一直受着安尼的问题的捆绑，直到影响咱家己的信心。但是，当咱看见耶稣伊放弃神的权柄，伊来到世间，来体验咱所感受的一切，咱就知影咱毋是孤单的，咱嘛知影咱是有盼望的。因为耶稣的谦卑、顺服、牺牲，互咱得到救赎。耶稣的国活赢过死亡的关系，嘛互咱伫苦难的时袂跌到绝望。这就是好的见证。当别人看见你虽然伫苦难的内面，较悠然安稳，满有信心盼望，伊减袂对你所信的信仰产生好奇咧。这首诗的第2段第9节到11节，会当讲甲前一段有非常大的对比。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权，赏赐伊迄个名搬过伫万名的顶面的，互记若伫天、伫地、甲伫地下伫耶稣的名，无一个骹头污毋跪拜，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是罪主，来归荣光俾上帝。一开始讲即个所以，就是讲即件代志第9节到11节的发生是有原因的。上帝高升耶稣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耶稣伊拼空家己谦卑顺服，所以耶稣的拼空无减损伊原本上帝的形象，反倒因为耶稣拼空家己，才互上帝美好的计划会当伫当时看做上见效、上侮辱的时界顶来完全实现。伫第10节有提到，伫天、伫地、甲地下。当时的人认为宇宙分做3层，天就是天顶，地就是咱人所住的所在，地下就是咱使徒圣经所讲的阴府。但是阴府毋是咱华人所讲的迄种有幽鼎、有刀山的迄种地狱。圣经内面的阴府，讲的是咱死去的人去的所在。当时的人拢认为讲人死会到迄个所在。所以伫遮讲，虽然耶稣谦卑顺服，死伫十字架，但是伫天、伫地面、伫地下所有的受造物，拢伫伊的掌管的内面。这受造物嘛，因为耶稣的国活，要因为伊互上帝高升，来称赞、来敬拜耶稣。第11节会当讲是腓立比书内面上重要的一节。耶稣基督是主，这句话嘛是初代教会上早伫使用的信仰告别。当初代教会信徒伫遐告别讲耶稣基督是主的时，就是伫告别耶稣基督的神性。耶稣毋若是一个人，伊嘛是神，伊是上帝。当因安尼伫宣告，就是将上帝应该得到的权柄、荣光拢归互耶稣。另外，主这个字伫希腊文有2个意思。第一种意思就是旧约内面对上帝的称呼，另外一种意思就是有权柄的主人。所以第2种的解说嘛，会互咱想起第7节耶稣处奴仆的形状。但是因为上帝高升伊耶稣基督国活，
所以伊诚做掌权伫天、伫地、伫地的一切万物的主。所以伫遮咱看到第二段的即个诗句，甲第一段是真强烈的对比。顶一段讲着讲耶稣处罗卜的形状，但是即段咱看见上帝高升伊，互伊成做掌权的主。伫当时非常重要的信仰告别，耶稣基督是主，嘛诚做咱现代基督徒伫做信仰告别的时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当咱每礼拜伫讲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咱心内敢真正相信耶稣就是上帝？咱敢真正相信耶稣毋是一个教主？咱敢真正相信耶稣有神的特权？当咱告别，咱敢真正相信呢？咱若真正相信耶稣是万权能的上帝，咱若相信耶稣无有做袂到的代志。咱若相信耶稣是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，咱若相信咱的人生是规个天开伫的面前，伊知影什么是对咱上好的。兄弟姊妹，当你真正相信你的嘴所宣告的，你敢有啥物好通惊的？你敢有啥物好通毋信的？但是上惊就是啥？咱口是心非，咱嘴安尼咧读咧宣告。但是实际上，咱的行为较毋是真正伫相信耶稣基督是主。第二，当咱的喙伫宣告耶稣基督是主，就是伫讲耶稣是我的主人。当时的罗卜称呼因的主人是主，表示因家己的性命无搁属伫家己。所以，当咱称呼耶稣是主，咱就无搁是原本的咱。这就好亲像保罗所讲的：“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，我要骨底活，毋是由原我，就是基督点伫我伫活。佮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活，是在伫信上帝的囝来活。伊捌听我，替我献家己。”另外，伫罗马皇帝统治下面，伊下令只有伊敢若会当互人称作主。伊命令人将伊当作神明来拜，所以一旦发现有人称呼其他的神明做主，迄个人会互抬头。所以当时的基督徒，当因宣告耶稣基督是主，因是爱付出性命的代价，毋是清清彩彩要信就信的迄种的代志。你读拄啊安尼一切所讲的一切，咱就会当知影。当咱称呼耶稣是主，就是伫宣告我属伫耶稣。当咱安尼伫宣告，但是佫无好的行为的时，这不但伫侮辱耶稣的名，并且嘛是伫打脸咱家己。但是佫一概强调，要有好的行为甲念头，靠咱家己绝对无可能。但是咱若有耶稣的心做心。谦卑顺服，看无家己，表面看起来咱真受亏损，但是当咱为上帝做好的见证，上帝要高升咱，互咱会当阳光伫过咱的生活。这也是伫甲咱讲，只要咱顺服谦卑，大小事拢看做是为主伫做的代志，咱毋免家己去争取，上帝就会加添咱所需要的一切。今仔日是中秋主日，伫2000年前，耶稣骑驴仔入耶路撒冷城，众人将家己的衫、手机铺伫路里，热情欢迎耶稣。但是因错误的期待，因为因认为耶稣是要带因来对抗罗马政府，因认为耶稣是要带因做一个武装的改革。但是这是错误的期待，因为耶稣来是要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。所以咱看见伫几工了后，共款这批人、因大声伫遐喊话：“定伊十字架，定伊十字架！”但是当时的耶稣嘛无任何的辩驳，伊谦卑顺服，
因为伊知影只有安尼，上帝拯救的计划才会当完全的实现。所以伫中秋主日，咱思想即段经文，互咱毋但是感谢上帝奇妙的恩典，既然临到我即个罪人，并且咱嘛爱用即段，咱爱用咱即个互赎回的性命，咱来回应恩典。虽然咱无亲像保罗，嘛无亲像遮宣教师，因会当去到世界各国，伫遐来传福音，但是咱会当用耶稣的心的即个性命，做好的见证，会当互人透过咱来看见耶稣基督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伫中秋主日，阮透过即段经文，搁一届求你来帮助阮。阮真软弱，阮真自私，阮想的拢是家己，所以恳求你替换阮的心，互你的心来替换阮家己原本迄个自私黑暗的心，互阮因为你的救赎，互阮会当彼此相疼、同心志，会当做伙伫遮有好的见证，互别人遮还未信的人透过阮来看见耶稣基督。恳求你使用阮，特别伫即个受难周，主恳求你，互阮搁一届来领受你为着阮受难的意义甲恩典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